昨天下午，北京市继续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。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北京市的疫情形势十分严峻。全球范围内，影片撤档、停拍、电影院关停等新闻接二连三，电影产业不断被冲击。这次拍摄期间还遇到了疫情这个特殊的事情啊，肯定是多了一些困难。预约的演员可能回不来了。之前子贤在有一个角色是一个医生，也是一个蛮重要的。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他在上海，他不能再返回到北京，要不然他是再回不到上海。但是拍戏嘛，拍戏不就是没事找困难吗？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，各大影视城相继复工。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，剧组迎来了开工潮。之前我们确定了的医院的外景不能再拍摄，要连夜让美术组去赶制一个内景。去除脱胶地。再往那边拍。也还行，外头两个都平整，但是地面。所以每天美术组的工作量任务是很大的，白天拍摄。3、2、1，3、2、1，开始。都是你吗？再试。开始。拍摄完夜里连夜要改造。机械再加了。改造成第二天需要的东西。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停。他们那个线断了。哎，不是说这个开关吗？没有换。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不是，你先把这个弄亮，先紧着这个，你弄好了之后弄到这边去。先飞进来。可以了。